大環境日日都喺度變，擔心未來係好正常㗎，仲可以係推動我哋進步嘅動力添。但係如果你發現自己有以下3個情況，就要留意啦。未必身體有病，而係大腦中咗習慣性嘅焦慮啊。第一，身體長期繃緊，腰緊膊痛，牙關成日咬實，瞓極都好似好攰咁樣。第二，大腦嚴重嘅內耗啊，記性差咗，好難集中精神，因為大腦成日用能量去腦補未來未發生嘅恐怖劇場啊嘛。第三，失去咗活在當下嘅能力，人喺度食緊飯，個心就喺度擔心聽日會唔會冇錢開飯呢？永遠活喺最壞嘅劇本入邊，當真正嘅危機嚟到，反而慌亂，做唔到最理智嘅決定。要停低呢一個自動嘅內耗，唔係靠逃避，而係要幫大腦揾一個剎車掣。靜觀練習，例如身體掃描啊、靜坐等等，可以訓練你嘅自我覺察能力。當大腦開始又喺度嚇自己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即刻覺察，拉翻自己翻嚟當下，冷靜回應啦。下一集我會分享3個隨時隨地用得着嘅靜觀貼士，想知嘅就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哋，或者參加我哋6月10號嘅免費靜觀簡介會啦。快啲 WhatsApp 我哋或者去以下網站報名啦。多謝支持。